都有聽過關於白雪公主、灰姑娘、睡公主等等嘅童話故事。咁你哋記唔記得咁多個故事入邊出現過嘅每一位公主呢？但你哋又知唔知咁多個古仔入邊都係只係得一位王子嘅啫？所以有人話咁多個童話故事入邊都係得一個王子去追咁多位公主啊！真確性有幾多啊？真係見仁見智啊！不過我諗呢啲嘢都唔重要嘅，因為一個古仔好唔好睇，唔係開頭同結尾有幾精彩啊！最主要嘅就係成個古仔嘅過程，例如由公主面對到逆境之後，王子點樣使出佢自己嘅渾身解數去解決所有嘅困難，從而得到公主嘅歡心，真係精彩。之後所發生嘅嘢都唔重要咯，因為每一次都會同電視劇一樣嘅大團圓結局，同埋太過私人啦，無謂講啦。可能就係咁，好多細路女都好想成為公主，每一日等候佢哋嘅白馬王子出現。當佢哋兩個人兩情相悅，公主就會同王子結婚，之後成為真正一個國家嘅皇帝同埋皇后。可能自己睇咗金枝玉葉嘅關係，我覺得做皇后好好㗎。例如有用之不盡嘅錢啦，大把人俾你使，想去邊就去邊。仲有啊，使人唔使本啊，真係一隻手指都可以點到你妥妥靈。不過好景不常，有一日皇帝個心停咗，應該咁講啊，皇帝對皇后個心死咗，仲要佢即刻離開呢個皇宮，離開一個本來屬於佢哋嘅地方。試問啦，一位嬌生慣養嘅皇后點受得到咁大嘅打擊啊？終於佢黐咗線啦。之後嘅日子，佢每一日都流落街頭，飛頭散髮，行屍走肉，仲同好多人講咗啲瘋瘋癲癲嘅說話添。例如沙漠會落雪，夜晚會有太陽出現，講到又喊又笑。最奇怪嘅就係一見到細路仔就走埋去同佢哋講，問佢哋知唔知所有嘅童話故事都係假㗎，都係王子作出嚟呃女仔嘅。就係咁啦，每日瘋瘋癲癲到夜晚，但係一到夜晚就有一位細路仔去接佢翻屋企，日日如是。身為嗰個細路嘅我，真係唔知點樣可以幫到佢。記得有一位朋友問過我有冇恨過任何一個人，我話俾佢聽，我冇恨過佢。不過我只係想話俾一啲想成為公主嘅少女知道，一個關於落難皇后一生經歷過嘅故仔。某月某夜某地，你在看着雪落冷漠，雪盡雪白雪地，最終雪別離。用掉說說笑笑都不必記起，埋下痛痛快快又新傳記。去吧，笑吧，喊吧，叫吧，唱吧，跳吧，各自舞吧，各自愛吧，愛得精彩嗎？遊蕩世界到處也似踏原地，停頓季節變化過一世紀，冷靜去等候，如切膚詛咒凍結我的兩手，逐秒搏鬥不罕有，前面朋友便說等以後落難皇后。有日再會某地，我在記着雪上雪恨，雪盡雪白雪地，雪穿不捨棄，遊蕩世界到處再次踏原地，停頓季節變化過一世紀，冷靜去等候，如切膚詛咒凍結我的兩手，逐秒搏鬥不罕有，前面朋友便說等
延續，然後並發同樣放聲痛哭。怕劇痛之後，陪信心生鏽，降格到逼我走。就算愛到不講究，大戰之後，嫌我輸不夠，脫去我的雪褸，病重也再不追究。誰來同情我，我也不接受，獨自承受，獨自成就。落難和